日本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的党主席，有机会真做是日本头一个查某首相。也毋过面对少数执政挑战，恐惊嘛袂少。另外，针对对待政策，有学者是认为，虽然外界把高市早苗看作是清代派的议员，也毋过未来因若真做首相，立场态度敢会改变，这个真歹讲。日本便利商店门口报纸头版拢是自民党区选举的消息，将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有希望加入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刷落来发展真受关注。内政上包括伫少数执政的情况之下，安怎甲在野党合作，甲无加加权的影响对策。外交上首要关注的就是日美关系，尤其日本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伫10月27日访問日本，佮甲新任首相会面。外交のこともトランプさんとやり合うことはできるのかな。今米国との関係がやっぱり一番気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やっぱり関税問題、安倍さんの時代を引き継いでいくっていう保守派なんで、ある程度均衡を保ちながらですけども。とはいえ、やっぱり新しい日本というところでどう外交政策を取っ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は期待したい。高市早苗访前会议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重视美日同盟，对中国强硬路线，即马传出伊考虑和安倍好朋友麻生太郎担任副东区。单纯从麻生太郎的角色来看的话，理论上高市早苗应该是在外交安保政策方面会依循过去安倍晋三政权的路线，但是目前比较大的变数其实是川普的关税问题，要怎么样面对？那这一点就是要看高市早苗会启用哪一位政治人物来负责相关的重要职务。第二关系安怎发展？其实麻生太郎伫9月份甲日本院访問團見面時就已經透露。10月4日にはその答え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誰になっても日台関係をさらに強固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は変わりがないと思います。有些政策就是只能够做，不能够明讲，没有公开的部分，台日方面可能会有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公开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不见得会像之前高市早苗对台湾表现的那么友好。一向对台友好的高市早苗，若顺利正做首相，虽然近排嘅台湾直接互动，也毋过政治方面无变。透过台面交流，有望会当互台日关系更加坚定。公司国际记者施旭豪日本东京报道。